我们的贵宾室的设计来源是主要发自于低调的奢华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的贵宾室里面它的色系是比较偏焦糖的色系。那主要是希望每位旅客在出国之前可以得到一个充分的放松，然后我们配上我们的点心和一些茶点，都可以得到一个美好的启程的感觉。我们的餐点的话，主要在早上11点之前有3份的套餐。然后11点之后有3份的套餐，早上会有一个中式的、一个西式的跟一个外购的富航豆浆，正餐的部分也会有一份中式、西式跟一份外购的套餐。甜点的话，就是我们目前是有跟 C 人蛋糕合作，有它的花园感官蛋糕，还有它的千层酥饼，还有巧克力酥饼。冰淇淋的部分的话，有台中一个知名的塔拉朵冰淇淋，还有哈根达斯冰淇淋。国内首家精品航空星宇航空即将在下周首航，今天也是星宇航空首次曝光机上内装。星宇航空 A321neo 配置2舱等，共188席座位，包含商务舱8席与经济舱180席。符合人体工学的椅垫设计，搭配窄体机少见的高质感皮质头靠，不用自备颈枕也能舒服入睡。特别不一样的地方是，这个头靠垫是可以上下调整活动的。那如果男生比较高航程中的话，就可以把它往上调，头就可以刚好靠在上面。那航程中如果他想休息的话，可以像他左右这样往中间调，头就可以刚好靠在旁边，就可以不需要颈枕，这样靠着就很舒服。那另外的话是椅背我们是做的比较薄，所以它的这里的空间的话大概有35公分。那这样的话，男生的脚也可以很轻易的伸直休息。而众所瞩目的商务舱，主打的则是国内窄体客机首创的全平躺式商务座椅，全长可达208公分。看到的是我们商务舱座椅，那座椅的话，整个机舱设计的话是有汽车大致旗下的品牌做设计的。那它的概念是以家为主概念。那看到的我们的色系的话是以漆色，就是一个10号这样。那它比较特别是单走道来说，我们的座椅是可以180度完全平躺。这里有一个快捷键，所以当它最大的伸展长度的话是会到208公分。那在一般的 narrow 单走道来说的话，这是比较特别的。然后这里可以控制它的椅子的角度，这里也有2个快捷键，所以当客人在平躺休息的时候，他突然想要起身上厕所或是怎么样，他可以用这里的快捷键直接按的话，他就可以再稍微起身一点，就不用去找这边的按键。那这里的阅读灯是4段式，然后再来是这边的扶手是可以做调整。那它的是可以全收，然后也可以全放，然后也可以做不同的高度的调整。